贷款教育部提出学生辅导法的修正草案，要来提升学校专业辅导的人员。目前新的版本已经送行政院。早起有教育团体是呼吁讲，心理师甲社工师应该爱依照各地区各学校的无同款的需要来做规划。进前发生新北的高中生和同学校的学生举刀攻击死亡的代志，这几个月来，教育团体几立摆呼吁教育部爱提升辅导能力，回应学生辅导法的修法。各教明呼吁辅导教师的编制，就要为国小24班一个，国中15班一个，高中至12班一个，提升到国小20班，国中12班，高中至10班就一个辅导教师。另外，专辅人员的编制嘛，应该爱提升。按照学校班级人数编制，但是部分招生额满的时候，班级人数比他校明显的是比较多的情形之下，比较应该要增加他的辅导教师的编制。有方少年犯法是较需要专职的志工，毋是心理师。若学生行底路甲忧郁比例较悬的学校，是较需要心理师的协助。各教明认为专辅人员需要专业的分工。捌做过大学学务长、心辅工课的立委瓜志文就讲，教育部的版本早就已经送行政院，不过一直无送去立法院。根据了解，是卡伫咧专辅能力爱以班级数量对应的规定。有很多的偏远地区的学校，它是像是用行动心理师的方法。当我们的法规上面是用班的时候呢，就在法规上他们认为会窒碍难行。但是就我的观点来说，送进来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点上来去做更进一步的讨论。瓜志文强调，2014年台北一问台人的案件发生了后，学生辅导法三读通过。这届新北的挂案滚案，和学生辅导法修法，实在无想要看到伫悲惨的代志发生了后才有进度。希望行政院会当赶紧送到立法院，连立委的版本做回审查。记者台北报道。